嫂嫂，嫂嫂，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噔哩噔噔噔噔噔哩噔噔，策马加鞭金高官咚滴咚，遇着狮子将马翻，噔噔噔哩噔，月亮带头来滚滚。哦哟，家里娘呀，有那块死了么睡了，为啥想开的？弄完又讲根，家里说呢？当啥去嘞？讲根呐？一道去的。哦，去走。好哦。家里娘，讲根今年几岁了？12万说噻。14岁了。14了？哎呀，好讨老婆嘞。讨老婆？家里的官税钱都还不出，侬是中保人，怎么还不过侬的呀？是啊，为此隔壁官财长，我给中保都也隔壁。不过渣是师傅，人是活的，可以想办法嘛。有啥个办法好想呢？屋里五地，好买的都已经买了，要么还有2间铺草。家里娘，侬真是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。哎，不会来侬媳妇身上当算盘呀？有啥个算盘好当嘞？家里娘，江陵一时100年，孔吕茶年轻媳妇在身边，大户人家手机少八方，穷人手机为哪里？上茶古文包分马行，我看侬真是懵懂少自己。还是我懵懂少自己，在家寡母能在几股啊劲，我一家生活本靠他，才能给官牛不长度安心。祥林娘，侬说寡妇在家是不得行，我倒有股好资金。我家山中有个河拉龙，当了为生1多年，他曾经托我把饭来做。城里姑娘哪个肯嫁到山间？江陵娘啊，要是江陵少肯嫁过去，她愿出彩礼多少？82千。 80千呀！ 80千，喏，想跟他老婆为了过得行，至少剩下20千，舒舒服服好过年。再说侬媳妇生来命不好，留在身边关几天，怕掉她回来一房新媳妇，后半世万苦劳来填。 江林嫂，韦大嫂，开啥啊？韦大嫂，江哥，倒像个大人了嘛？韦大嫂，新年特侬做个媒啊？策马加鞭金高官咚咚咚，一日狮子将马翻，噔噔噔。 娘，韦大嫂今朝到底来做啥？还是等侬讲过啦，是讨债来的。搿有人讲等我做媒，快吃！吃！韦大嫂倒出了一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？想叫侬嫂嫂嫁出去。嫁出去？我家胡姥姥肯菜，
就能过过完账，还可以就能讨老婆。娘想想倒是个好办法，我已经答应了，明天就要来带啦。明天？娘，你怎么想得出的？亲爹，亲爹，嫂嫂她肯去吗？娘已经答应了，肯也要去，不肯也要去。我告诉嫂嫂去。侬管？侬说就来风声，你到底让我打死侬？我还不是多为侬啊！叫侬过过完账，就能讨老婆呀！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小菊，快告诫！进去！哎呀，快点进去！秀啊！时又不早了，早点困呀！哦。婆婆说话，你可听到啊？他要卖我到何家？已与老子商量的，明天就要抢康桥。叫我苦命是我啊！真知道有爹有娘有子长，我乃是无爹无娘无爹呀操！江陵啊，江陵啊呀江！我从小到你家里来，双手不停到今朝，这倒是苦到尽头，终有天啊才知道，你年轻待命将我跑，从此苦命父子帮这指望不是婆婆能到老，那婆婆骂我能受，见我还能我能熬，那千苦万难我不怕，怕只怕要我去再教，看那张家秀、李家嫂与我一般不招摇，俱都是被迫难结婚家呀，却被人冷嘲热讽到今朝。我宁死不忠，再教父母。
求婆婆年年辛辛苦买我情愿做牛做马，轻轻松担一人挑啊。年婆媳听，他真人将我去卖掉。看来是婆婆她为情在旨意定中，才是受破了这件一大牢啊！难道是我所等明天是人当？眼前只有一条路，我不是一时半日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死呢？我不能倒吗？对，我倒，我倒。只有倒，只有倒，宁死不愿再还家。两边把一荒唐，明当自长更猖狂。该官子便把令，必把故里亚当，上下正北见不顾，空门自逃偏一旁。莫昔是四风山下上凤凰，道德人亡乱岗上。所以他不得少加些步，凶贼上吊。我不但自愿替他做了一片墨子命，特别声明不受限。是啊，使用此举真是夸神夸日。哪里，这无非是挽救侍奉神仙罢喽。阿虎，今朝已经是年了年，
明朝赵军部3就要上天，上了一大堆短工还不来。哎，侬到去问问太太看。我不去，太太顾不到短工，要拿我出去的。太太们又要买了好，又要买了。那还没弄好啊！死丫头，当我眼睛黑的，一阵白就偷懒，瞎七瞎八的，吹掉了几个蓝筋才会好嘞。太太，今年不过短工是忙不过来的，杀鸡宰鹅知福利，侬晓得我是吃素的。是啊，过短工嘛总是淘气，可头名个坏老婆子了，没事体嘛，伊来得个起劲，推人个人啊，连个影子也不见来。太太，老邝回来啦，做睡得怎样？只有半包头人。只有半包。是啊。世道变了，人心也坏在。你先去吃饭吧。好。夏林嫂，来。是太太。侬到乡下来噶？哦哟，太太哎，我找不到人，所以不敢来呀。蒋林嫂见过史太太。哦，史太太。太太，他是回家山中人，么是我娘家亲爱乡邻。今年春天丈夫死啊，留下了婆婆小叔扎一生。他愿意出来走帮工，出席生活样样美。老太婆愿意做中保，不知侬太太可称心啊！我看他模样周正，总儿想出手大家力气强。蒋林嫂啊，太太，挑水披上，杀鸡在我可为做。哦哟，太太哎，这些生活能担当，我有心将他来留下，可惜他是孤丧。老爷说来多机会，还得与他去商量。走好走好。留步留步。史老爷，蒋林嫂见过史老爷。哦，史老爷是韦老婆子娘家的近邻，今年春天刚死了丈夫，是个寡妇。人倒老实，你呀身边来用人难啊，试试看再说啊。老空回来了没有？回来了，今年只算半步道成。哦，可。韦老婆子啊，史太太，那么让伊先试3天，规矩照旧啊。好好，我想想史太太。蒋林嫂，侬来到周我过生日来看侬。韦老婆婆，谢谢你，不要想我自家尽力呀。蒋林嫂，你气真不小，谁知卷着观察到，擦擦擦，擦得愉快又是好，他你好，比比小。
还有无把月归天，大女还在婆婆家种茶来，我也怀疑不做在家中，辛苦也辛甜，连茶谢爸爸结一笑，一开口就变。四老爷四太太，结果四老爷四太太，四老爷四太太，太太，这个就是江陵烧的婆婆啦。伊屋里，侬自家去讲。老爷，太太，我还是很难出口，真是实在对不起啦。我媳妇能在路上走，正好比是一部登天堂。谁知是家家平安顺水上，开春以来农事忙，所以想叫我媳妇回家去，还望老爷太太多原谅。水与源，事与根，我这边种把话讲。哎呀，太太，媳妇啊，娘，媳妇，你亲生做事少分寸。出来帮用意给对我讲一声，还得我东行走西当听，今日看见你才放心。娘，媳妇啊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娘的苦楚你也知情，春来农忙盛水上，我带来领你回家门啊！娘，我在这里种，每个月工钱有500文，积少成多，也好叫你拿回去还债。我不回去，媳妇。上一道自告千丈一路为兵，难道你一生一世做永生？是啊，他虽说没有理过马生文，道理总要讲讲清，哪里有要来就来去，不慌于总把人。江林嫂，太太，侬烧饭去了？哦，媳妇啊，娘，帮我几个月工钱，先拿回去家用吧。哦，媳妇啊。哎呀，太太呀，你可千万不能生气呀！我是实在没有办法，我里穷江陵市，老的老，小的小了，媳妇不回去嘛，哎呀，叫我怎么办呐？好了，可可的生我体痛，老公，把江陵嫂的工钱算出来。是。老爷，随时要回去嘛，也要走到月底，跟着规矩嘛。
哎呀，老爷太太真是两度糊涂啦！既然老爷太太看得起我媳妇，我过了忙头再叫媳妇来帮忙，不过走到有点嘛。江宁说人还啰嗦什么？老爷，刚才算了一下，一共1750文，家庭少，省吃俭用，1文钱都没有花。拿去他。是。拿去，老头我哩呀，侬个良心是好够。老老啦，亏得侬个嫂嫂今朝总算成人家嘞，真是不容易哦。还不是托四太婆30婆个福。嘎我，好哦。真是个老实头人。究竟大官，来吃杯茶啊！不要来，老呢？当了起来。当然，这今朝啥个日子了啊？这家伙晓得侬欢喜吃老酒啊，跟侬去当古酒小菜哦。老罗回来了，九星太公，老罗回来了。老罗，今朝晚当说个来呀？快，换衣裳去。你的啊，九星太公。老罗啊，今朝的总是一套老母了啊！换衣裳去。都看老罗还老能嘞。都是假个哦。伊拉家成亲的辰光啦，人也是找不到的啦。是举个，搿套个黄花闺女，阿得要嫁许多呀？是家我呀，小妹子还不在内，都娘回来了，刚刚过。哎呀，可是姥姥又要背债嘞。叔叔，你真好看，你新郎婆嘛当然好看了。咦，新娘子来了，新娘子来了。
开点，拿两走开，拿两走开。老大啊，啊，人来东寨，哦，还有一半。哦，那，哎，好哦，那就点起来。哎，好，来，走开点，走开点，走开点。哎，绳打开，绳打开。可以拔刀了。好，阿哥，来，我教了你多少年的韦大叔，你欺负我寡妇，是要写自己身的。我也是为侬好，侬看老老。老老有说话，比侬听令我不晓得好几倍了。来，拔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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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李少，侬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韦大哥，韦大哥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哎呀，队长开，队长开，快快快，队长开，下快下快，哎，好好好，下快下快下快，好，哎呀，走开点，走开点，走开点，一点点闭上，一点点闭上，抱起来，抱起来，好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，来来，抱歉，抱歉抱歉，哎，好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好好好好，帮帮忙，帮帮忙，拔刀，拔刀，拔刀。把天地二把祖宗，夫妻家把。哎呀，人不对了，人不对了。上去，上去，快来来，上去，上去，来来，哎，好，快，哎，哎呀，好好好。好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房门一关，明早就好。老头啊，老酒准备好了吧？老酒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先去杯酒吧。老了当然要三鸡不要忘记炒一炒。哎，好好好，吃老酒去，他讲吃老酒去啊，吃老酒去啊。他不三十不吃酒去吧？哦，哦哦，姥姥，等伊醒过来，侬好好劝劝伊啊。嗯。姥姥，我走了。哦，哎，姥姥你，哎呀，对啊，来了，说人家帮护工啦，终究两样的。好，来吃东西吃。哎，好好吃酒吃酒。差不多，再好来吃啊！来吃点。来来来来，来吃菜吃菜，好好好，来来去。你讲到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你好一点嘛。讲到，走开，走开。你喝点茶吧。让我回去。你不能走呀！你不是受了伤吗？你不能走呀！天黑了，外面压手。不要你管。哟，他会不会去寻死哦？你不能走呀！你不能走呀！你是来去打，讲到。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！你不能害我！我害你什么？我花了许多财力倒不去杀他，你要去寻死觅活，闹出条人命来，这不是害我吗？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！你要到哪里去啊？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就说多，我会对你好的。谁认识你？讲到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。嘿，都是为老了呀！为什么事先不讲好呢？你们为不讲好，
你们还好抢我来，为不讲好？讲到让我委屈。哎，真是天晓得了。我姥姥今年活了30多，这种事体从未碰到过。我虽是生产3亚已出婚，将兄打到我不会做。讲到配，我姥姥从小父母伤亡苦，先靠兄嫂抚养我，独自为扫地夫菜难耕种，我只得深山人啊当老妇。常言道，男子30人家业，因此让巴托劳拉没来做，这指望高高兴兴配夫有才子，吵吵闹闹起风波。那黄花闺女多多少，你心肠我苦命寡妇巧为呀哦。老拉做事他苦，事到今日才清楚。他骗我姑娘不肯家财里劳，有一位寡妇倒不错，他是你收尽家钱慎重儿，识人会计绝在目，家贫富饥难受寡，自己愿意家丈夫。什么？我自己愿意？对面辣子，他还是一位将领外丈夫，2位小叔讨媳妇。我花去彩礼80千，下面千万不算数。80千？是80千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不做强盗，不做贼，你道我80千钱是从哪里来？每日里翻山越岭去福冈，风餐露宿萝卜盐，食杀鱼蛋3件事，冰天雪地把拉喂，那不是自己靠一栋，一栋能值多少啊财？80千不是这小本事，这平平凑凑凑拢来。别人是洞房花烛人上台，我姥姥一场欢喜发人间。10年心血化成灰，今生我想再把妻房配，我是娶妻不成反妾账，还落得一股强盗配。心酸
他犯下了一身罪，我恨老子冤婆婆，我不应该反将老罗来责怪，只见他又是懊恼，他又是悔，拖住一旁，他发了呆，他叫我要死不能死呀，鬼又不嫁鬼，要闹又不能闹，要赔又不能赔，这真是真也难来，我流眼泪啊！金太亮奈我真爱悲，我好命苦啊！我好命苦哭嘛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不要哭，神穷嘛，身体倒是要紧，你喝点茶吧。你的渣是我玩玩你。哦，渣不要紧，只要不怕吃苦，渣总有办法。我们有的是力气哟。江陵少困胡老龙，心地善良诚不错。
起来红布帮，吹在阿毛小街上，妈妈看了喜呀喜洋洋啊！阿毛，来，这张信啊，先试试看啊，来。哟，看你家打的真快，亲啊好，阿毛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好，脱下来，玩一扎，做好了一起做。亲啊好，阿毛喜欢。亲啊自信当班，毛毛团长真喜欢。弟弟快了咪咪笑，我妈妈叫我好奶奶。好奶奶，好奶奶。阿毛娘，阿毛娘。姥姥，你怎么？弟弟，阿妈，阿毛娘，姥姥刚刚昏倒在山沟里了。怎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姥姥伤完病刚好，怎么能让她出去当儿女？是呀。姥姥还要好好养养嘞。阿毛娘，跟俺走来。啊，姥姥好好休息啊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哎呀，姥姥，我不是叫你不要去的吗？你看，我不是又好了吗？看你，阿妈，你看爹当了一只狼。弟弟我怕。哎，阿毛不要怕，这是只死狼。哎，怎么成天也会有狼啊？怎么没有？都在山里少看见就是了。啊，阿妈，信啊，怎么只有一张？为着妈妈做。哦。姥姥，你怎么了，姥姥？啊，没什么。啊，到里面去洗一位吧。啊。我只点人头做给你吃。我出去是已经吃过的人嘛。哎呀，你也真是上回真刚好，怎么能吃人的呢？弟弟讲故事，弟弟讲故事。阿毛，来，让弟好好的洗一回，到门口去不头，不要走开啊！啊。我去烧点热的，叫你暖暖肚。阿毛娘，看来是伤外佛法命不长啊！阿毛弟，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！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
阿毛娘，阿毛娘，阿毛娘。从早操劳到夜晒干，我一并陪你上街中，你受苦从不得生家。姥姥，你讲这是做什么呀？指望并肩夫妻同到老，有谁知半途将你劈一旁。阿毛弟，阿毛娘四经离你西归去。一时杂物意外情，儿是阿毛非成真。福地福财年，你莫知怎样度时光阿毛弟。
我们的阿毛急了，急了，老龙，阿毛急了，急了。老龙。已经到了年夜3边了，端公还没交出来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交好呢？还会交得着个？每年祝福总是为个团面个端公来了淘气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想这个蒋林少呀。蒋林少，你开口闭口总是蒋林少。你不要以为蒋林少那一股长功比得了，他自从家道后家傲，日子过得倒很好，还生了一个胖儿子，你要他再来还办不到。好了，老套套的，老孔不是去找端公了吗？一年到夜折磨人家事体，自家的事体一点都不管的啦。太太，韦老婆子来了。是太太，是老太婆，侬倒想着来个？是太太，我等侬寻来一个人，侬想不到的。啥人啦？侬就是蒋林少呀。蒋林少，人呢？来了厨房里。蒋林少，蒋林少，他叫侬。太太，蒋林少啊，几年不见，侬老得多了嘛。哎呀，侬又打啥人的笑啦？哦哟，太太，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啦！自从嫁到山里远，头几年过得到人流，才知道丈夫得了啥回事。阿毛预备long土酒，阿毛肚子为夫子指望有个音信，大把的杂把哦手，逼得他走投无路难度实了，万望太太来收留。昨年
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。我当知道下些天，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。我叫阿妈，坐在门口不动，她是很听话的，我的话句句听。她出去了，当我要叫阿妈的时候，阿妈不见了，我急了，我就到处去寻。寻到山坳里，找到了我那阿毛的个小儿子。我怕我阿毛被狼吃了。姑孙啊，姑孙啊，他写诗作孽。哎呦，太太哎，府上们总归要用人啊，上岁不是熟岁。再说现在只有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好安安心心做起来。太太，侬就做好事吧。好吧，不过贾玲嫂啊，你在我家做可不能哭哭啼啼的，老爷是最为急的。哦，带到后房去。哦哟，阿弥陀佛，谢谢太太，谢谢太太。贾玲嫂，说侬好安安心心做起来。喂，老婆婆。真多谢你呀！非要谢个，自家尽力呀。贾玲嫂，那侬还非要难过来挂去啊，总挂侬个命不好啊。是啊。唉，蒋玲嫂，她来做什么？喏，说起来呀，真是作孽啦！伊第二个丈夫又死了，可儿子也会被狼拖走。我想嘛，屋里正好缺人，所以把伊留落来啦。什么？荒唐！做了2次寡妇，你怎么还把她留下呢？寡妇本来不吉利，2次寡妇更万奇。你也知道用人难，我是穿他金辍。有力气，这众生看来似乎很可怜，其实是太为风俗才不欠，实在是用不着人呀。既然你做只把他留下嘛，那就算了。不过，用他帮忙还可以，做佛上空莫差钱，即使用品不许他遵守，否则是不管不行，祖宗宽减要讨厌。阿妈，阿妈，要是我阿妈还在的话，也有这么大了。是呀，再想想却发疯了。祥林嫂，你再讲一遍阿毛的故事给我们听听好吗？是啊，再讲一遍。
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。我真傻呀，我真笨，我有时懊恼，有时恨。我拿了一只小蓝，一只碗，叫阿嬷一面拨头，一面开门，总怪我自己太粗心，转眼不见他踪影，不见阿嬷我心着急，哪顾得山高路窄到处寻，寻啊不说阿嬷躺在草库里，虚弱模糊看不清，他不藏一陪浪气哭，小兰一只弯牙的鸡。哎呀，贾玲嫂，侬米打好了没有？米，我一天到夜我真笨，我真傻，太太已经让发脾气了，快点起来哦。哦，今年祝福里的杀鸡宰我的人都没来，阿花吃叫阿贵来，太太杀鸡宰我个胃呀，你吃叫来呀？哦。明朝就是祝福呀，一切事情都为安排，叶子湾山湾为喜好，红旗同伴呀为人大。贾玲嫂，侬放着。作为玉皮去理一理，是垃圾擦一擦。哎呀，我叫侬不要动，侬听见吗？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与我去劈杀？真是个西施面孔，一日到夜会得没笑容的了。擦个呀！哎呀，蒋玲嫂，哎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嫁了2个丈夫，做了2次寡妇，你这双手呀，不管不认，这些东西他是不许你碰的呢。蒋玲嫂，你头上的疤不是那是有长期的吗？啊，疤。哦，哎，蒋玲嫂，我对侬想想，侬实在反顺啊。蒋玲嫂，你实在笨，你索性尝试到关啊人，至今是你留下一块伤疤道。
人家当瓦兵。再3年，第二个丈夫又丧命，你更是一件大财命。将来你到阴司去，那2个死鬼男人还要把你整。到那时你主意难，语言难，那阎王只好把你一举2万分。刘妈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不相信，我去拿冰肉里包抄给你看啊。你看，这上面不是画着吗？实地阎王判官小鬼。那我怎么好啊？我怎么好啊？刘妈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办法我倒有一个，只怕你做不到呢。刘妈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你快说，你快说呀！蒋林少，你还是没去到镇西土地庙，去捐掉门看做替身，让千人得来万人夸，来说了你这一世大财命那么呗。刘妈，侬那台吃好吗？我吃好了。上面更是一件大财命，多少我不计不讲把命啊，不管不行的少走心，我抬头不管看别人啊，只有低头还是神。那老爷太太，我更怕见，把我当作眼中钉，既是不许我转手，那杀鸡在我负我问啊！刚才吕马一番话，
原来我才你有在本身，我生死不见天堂路，因事大于地狱门。那月里八场全是白，那3天年路阴森森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气灭了呀！是小鬼。金拉的铁丝郎当一无人。难道他也是神仙万他才到阎王天下定彩礼？像我神仙受尽千般苦，死后哪困两半分。有鬼呀！
还是我自己的影子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是没有什么呀。去卷条门看，对呀，去卷条门看。不是去到真西土地庙，卷条门看做替身，让前人打翻身夸，让前人打翻身夸，说了我这一世他才苗子伯伯，苗子伯伯，卷条门槛究竟要多少钱啊？起码20千。20千。苗子伯伯，你总要做做好事啊！我每个月工钱只有500文啊。500文？干到诚心要绝了。是啊。好了，我再替侬算算，至少12千。12千。侬每月工钱500文，这2年嘛就有噻。2年。12千是再少了，再少就是不人性，不人性啊，绝了不灵我。从今后，侬个财业就由门槛代替的。苗子伯伯，真多谢你呀！准好了，准好了，我准好了，门槛一家。雷妈，阿花。我门槛准好了呀，门槛准好了。苗族生正月初3岁同过，元宵节前爆竹好，3时了福前期有4叉宽，1叉高。自从8年都转不进，13余年拦不了。从今儿要千声他万声夸，我的财你好说掉，好说掉啊！好好好，江林嫂，难道从今有那个财你啊都有门槛金的代替啦？好走用了呢。雷妈，真多谢你呀！雷妈啊，阿花。你们有空的时候帮我去打一打哦。好，一定帮你去打啊。
从今有杀机在我难做，我也可以擦邋遢啊！今夜晚祝福八公有我问，我也不用再离开啊！我为啥不为啥人也？世道应是也无啊在。时人已到，老爷关照上府里。齐府里一声叫，老师汉已经到。警察不便手，最后在他子里落城堡。一份头骨一份拿血，一把管子一把刀，三手多领三分刀，我领路你看。再要进一条元宝玉，老爷少爷好把龙门墙，万月有我万年亮，我一份关照收忘了。哎呀，家里说，快放下！太太，我好哪来呀？啊花，快动过来！太太，我转过来呀，转过来！什么转过了？老爷，我门槛转过了。什么门槛不门槛的？老爷，我的债已经说过了呀。说财？你也想说财？你这个不讲子吧，伤风发作，一生一世也说不了财。哎呀，千岁万岁，千岁万岁！啊，我快去问一问，快去问一问！哎呀，江陵少啊，今朝啥个日子是啥个日子？侬不是这个？哦，他都讲些什么？叫他滚！老孔，把江陵少的弓箭顺出来。是。来吧，啊，侬报功。枪！我早就关照过你，这种伤风拔俗的贱态留不得。哎呀，也怪我一时心软，可以可怜，谁知道伊会变成个各种各个样子哦！老爷，弓箭他已经全部拿去了，只剩下几十份零头。拿着他，叫他滚！江陵少，江陵少。老爷，百无禁忌，祝福祝福。真是个美祝，祝福祝福。
又是1年了。我在世上过了多少年了？长啊！在长长的日子，我真莫过，是梦啊是真在眼前。神奇的婆婆领我31岁，那家里她碗菜要来面，我是时间为她三餐食，还见长把四不甜，我是又做媳妇又做姐，心是苦十几年，有谁知病情半年，降临时候，婆婆她卖我到山间，谁知他上台去劳碌的命嘛，又遭我郎爷，多少我2次寡妇在你从开父开子命运牵，哎呀命呀命啊，命好命苦有谁听，在梦里莫不查又看不见，为什么该抱团中牵连啊？为什么你紧跟随总难改变？我为了烧菜去专门看，花去我工钱10钱，深色到天大的财女多苦说啦，恰为我的财女成就没有轻薄点，
哎呀，轻薄点啊！我要告诉去，我一定要告诉去。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只有抬头问苍天。文林究竟有没有？文林究竟有没有啊？苍天啊，我就低头问神仙。你说地狱到底有没有？地狱到底有没有呀？死掉的一家人还能再见面吗？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啊！高老夫子，正好，死不远送啊！留步。不早不是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就可见的是个谋中